由上心堂書畫會主辦嘅樹在濠江情，畫澳門百年老樹劉富業70書懷作品展，今日喺澳門教科文中心展覽廳開幕，展出廣東省美術家協會副主席、該會會長劉富業創作嘅80幾幅老樹畫作，以畫講述澳門歷史，講好澳門故事，充實澳門嘅文化旅遊內涵。今年係澳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評為世界遺產20週年。為慶祝呢個值得紀念嘅日子，劉富業以澳門世遺景點為核心題材，喺近1000幅澳門古樹寫生稿中啟發繪畫咗過百幅嘅澳門百年老樹，同時展出咗38米嘅鏡海勝景長卷，把澳門世界遺產嘅景點集中表達喺畫裏邊，以呢一種創作形式展現澳門嘅風采。我號召全個上心堂嘅山水畫家畫咗22個世遺景點。長卷啊，從我哋呢邊咧就喺澳門，從喺18世紀嘅時候關口入嚟，一路經過氹仔3條大橋，然之後一路去路環跟住金光大道，一路有所有嘅建設啊。所以咧就38米。展覽免費入場，展期從今日起至25日止。